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Christina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海之戀6座一個3房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係799尺。呢個單位咧全屋做晒入牆裝置，設計咧以呢個木係為主㗎。唔講咁多啦，我哋即刻去睇下。呢個單位全屋係做晒入牆裝置嘅，將原本嘅地磚轉咗一個木紋嘅地板。呢一個咧係單位嘅浴室，浴室喺近大門口嘅位置。再行前2步，另一邊係單位嘅廚房。廚房係一個長形嘅開積，可以明火煮食。裏面有一扇門啦，可以愛嚟放下雜物或者俾工人姐姐休息嘅地方。單位嘅廚房同浴室係原裝嘅設備。飯廳呢邊做咗個 L 型嘅櫃，可以愛嚟做收納。單位係一個3房1套嘅設計，喺呢個飯廳同客廳嘅中間有一間客房。客房都係做晒入牆裝置嘅，呢度做咗張床啦，呢一邊做咗個衣櫃，呢一度係書台，可以喺度做嘢啦，或者溫功課。客廳喺呢個位置。單位俾我個感覺咧都好舒服啊，可能係呢個木係嘅設計咧，配埋呢個米黃色嘅牆身，我覺得非常之夾到。由呢度行出，我哋望下個景觀先。個景觀係非常之舒服，可以望到個好靚嘅汀九橋景，同埋仲有微微嘅清風。我哋由呢個角度再望多次個客飯廳。跟住我哋轉入去睇下第2間客房啊！第2間客房同樣做晒入牆嘅裝置，呢度做咗張床，喺門嘅後面咧做咗一個1排嘅衣櫃啊！而對面咧就係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嘅浴室。呢個浴室咧係有窗啦，同埋有浴缸嘅設計。而主人房咧門後邊亦都係做咗1排長身嘅衣櫃啊，可以放好多衫，同埋一張好大嘅雙人床，旁邊可以做一個梳妝台或者書台。我哋行過嚟呢個床頭嘅方向望出去，呢個海景都非常之靚啊！如果你哋對呢類型嘅單位都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Christina 睇樓啊！我嘅直線電話係68062991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